為什麼要收藏美國1916到1945年的 Silver Dimes？ 核心原因在稀缺性、藝術價值、銀質內在價值3個維度。具體優勢如下：一、高銀質內在價值，該系列銀幣含銀量高達90%。1964年後，美國流通銀幣換用銅鎳合金，其銀質價值具備天然抗通脹屬性，且銀價波動會直接影響幣的基礎價值。二、強大的收藏稀缺性，存在多個低發行量的關鍵年份與鑄幣標記，如1916D、1921D， 經過近100年流通與損耗，高品相尤其是戴夫 Benz 的版別，存世量極少。稀缺性驅動其錢幣收藏價值長期上漲。三、獨特的藝術與歷史價值，設計出自著名雕刻師 Adolf A. Weinman， 正面是大翼、自由舞的形象，常被誤認羅馬神墨優里。據悉，他以鄰居律師、詩人 Wallace Stevens 華萊士、史蒂文斯的妻子 Elsie Stevens、亞爾西史蒂文斯為創作原型，背面束棒圖案經典優美，是美國錢幣設計的經典之作，同時見證了2次世界大戰等重要歷史時期，具備歷史紀念意義。四、收藏門檻靈活，入門可選擇1934到1945年的常見年份，價格親民，進階可追尋珍稀鑄幣標記與高分品相版別，適合不同預算與階段的收藏家。